好，歡迎收睇由投委會同積金局聯合舉辦嘅強積金節目，我係主持林嘉瑤嘉嘉。投委會喺每年3月都會舉辦香港理財月，向市民推廣投資及理財教育，配合埋今年理財月嘅主題，投資自己回報最高。我哋今日會同大家傾下點樣活用強積金兩大法寶，管理好自己嘅強積金㗎。咁首先介紹下兩位嘉賓啦，分別係有積金局對外事務部總經理陳安定 Eddie， 大家好；以及係有資深理財教練林闖恒 Alvin， 大家好。歡迎晒兩位嘉賓啊！咁強積金推行咗25年㗎啦，好多計劃成員已經累積咗一筆好可觀嘅強積金。到底點樣有效咁管理強積金，對於未來退休生活係非常重要㗎。今日我哋將會探討強積金兩大法寶，第一就係2024年6月開始推出嘅積金易平台，同埋第二被稱為懶人基金嘅預設投資策略，幫助大家更好咁管理自己嘅強積金。另外對於即將步入退休年齡嘅計劃成員嚟講，了解強積金提取選項至關重要。我哋等陣都會討論提取強積金需要注意嘅事項嘅。事不宜遲啦，即刻進入正題啦。我哋先講下第一個法寶啊，就係積金易 eMPF。首先就請 Eddie 介紹一下究竟乜嘢係積金易先啦。好啊，咁其實積金易咧係一個一站式嘅中央平台嚟嘅。咁佢咧其實就係透過我哋講嘅標準化啦、精簡化啦同埋自動化，將強積金嘅行政工作啦喺呢個平台一站處理晒。佢對我哋嘅打工仔啦或者僱主嚟講咧，都係一個好好嘅一個新嘅安排。因為我哋有咗呢個平台之後咧，我哋嘅效率會提高啦，咁而令到我哋所有嘅用家咧都有一個全新嘅用戶嘅體驗嘅。積金易咧可以為強積金制度推出以嚟最重要嘅發展喎，佢可以為市民帶嚟啲乜嘢好處先？嗱，好處咧，我會咁講有兩大範疇。嗱，第一個咧就方便。方便嘅意思咧就係我哋以前咧處理強積金咧，要喺唔同我哋如果有唔同嘅受託人啦，我哋喺唔同嘅平台去處理。咁有咗呢個中央嘅平台之後咧，我哋就可以喺一個單一平台上睇晒我哋所有強積金裏邊帳戶嘅資料，無論係我哋嘅打工仔女啦、計劃成員啦、自僱人士啦、僱主咧，都係有呢樣好處。咁第二樣嘢咧，可能大家更加關心啦，就係慳錢。慳錢咧，其實個平台其中一個好大嘅功能咧，就會令到我哋個效率提升，令到我哋可以慳錢。慳錢嘅概念咧，我哋最初計過啦，原本計咧。喺我哋講緊10年咧，大概慳翻300至400億嘅行政費。咁但係而家咧，因為個平台我哋推出咗年幾時間咧，咁而家嚟講嗰個運作各方面都理想嘅。咁所以咧，我哋而家有信心咧，喺唔使10年，我哋慳到嘅錢咧，可能係超過500億。500億係咩概念咧？其實基本上咁講嘅，就話我哋覺得而家喺個行政費，如果大家而家俾緊1蚊嘅，將來嘅話咧，有機會就俾少過3毫子。咁呢個咧就慳咗幾多，大家計得到啦。哇！咁即係帶嚟好多嘅好處喎。我知道好多計劃成員咧已經係註冊咗積金易㗎啦。但係如果仲未註冊嘅話，應該點樣註冊咧？好好問題嚟嘅。我哋而家咧講緊計劃成員嚟講咧，其實嗰個註冊已經超過150萬嘅計劃成員登記咗。咁但係當然啦，我哋嘅總個計劃成員數目唔止呢個嘅。咁所以咧，我都想借呢位提一提，鼓勵下大家，如果未註冊咧，就盡快註冊。咁註冊其實嗰個步驟係好簡單嘅。第一部分咧就係我哋首先係用呢個智方便咧，用智方便咧係做咗個完成咗我哋所謂身份嘅驗證，做咗智方便嗰部分。跟住落嚟咧，其實我哋就填我哋個人嘅資料啦，即係我哋嘅平台要嘅，我哋所個人喺帳戶裏邊嘅相關資料都交晒俾佢。咁做咗呢個動作之後咧，其實佢亦都有要求我哋咧。係俾譬如話，無論我哋嘅手提電話啦，或者電郵咧，佢會俾個驗證碼我哋嘅。咁我哋做咗驗證碼之後咧，做齊嗰部分嘅動作之後咧，咁最後嗰部分咧就係啟動我哋嘅積金易嘅戶口啦。咁就填譬如話你嘅戶口想用一個咩名，例如用卡做個名，咁跟住當然咧佢有啲要求嘅。咁我哋咧就做咗呢個動作咧，基本上我哋嗰個註冊工作咧就做完㗎啦。係，我自己真係註冊咗㗎啦，過程都係非常之方便快捷嘅。但係咁啊，如果有啲朋友咧真係唔識註冊喎，或者過程中咧有啲問題喎，咁點算呢？當然啦，如果大家喺註冊裏邊有遇到一啲問題咧，其實我哋可以上去我哋服務中心，咁我哋嘅嗰方面嘅同事會好樂意幫大家嘅。咁但係當然咧，實際上每個人可能個技術上嘅要求有啲唔同啊。咁我哋都建議咧，大家上去之前咧，其實都可以打電話去嗰個客戶嘅熱線。問咗相關嘅問題，或者如果係真係需要上去服務中心嘅，就預約上去，咁就唔使大家上到去嘅時候就要等啦。
咁可以放心晒啦。好啦，當計劃成員做好晒個註冊啦，打開咗自己嘅積金易帳戶之後啦，我哋又可以睇到啲乜嘢資料嘅咧？嗱，呢一個積金易平台最大嘅好處咧，就係我哋可以咁講，大家打開嗰個積金易自己戶口之後咧，所有自己戶口嘅資料一目了然睇晒，基本上2隻字睇晒。睇晒就係以前我哋可能要去唔同受託人嘅地方逐個去揾啊，各樣嘅資料，而家唔使啦。喺我哋嘅戶口裏邊，當然你可以透過我哋嘅手機嘅 APP 啦，又或者網上版去登入咗之後咧，其實基本上戶口嘅嘢都睇晒。咁睇晒就包括一啲最基本嘅嘢啦。我哋嘅戶口譬如有幾錢啦，賺咗幾多啦，我哋嗰個譬如甚至乎話僱主有冇同我哋準時供款啊，嗰樣嘢其實呢啲相關嘅資料咧，完全係睇晒。咁所以咧，我哋覺得就係一個平台，將來一個 login 咧，就完全睇晒所有資料啦。好好啊，睇晒真係好方便。我最中意睇咧就係升咗幾多個 percent 啊！咁可能未有積金易之前咧，整合戶口嗰個手續咧，其實係相對比較複雜噶嘛。而家咧就有咗積金易啦，係咪都方便咗好多咧？實際上係點樣操作㗎？冇錯啊，嘉嘉。嗱，其實我哋而家有咗呢個積金易之後咧，同以前就係兩樣嘢嚟嘅。以前我哋要去做一啲整合嗰樣嘢咧，一定係因為我哋牽涉唔同嘅受託人啦，咁所以咧我哋要逐家逐戶去問清楚啊，然後咧我哋要填表啦，呢樣嗰樣。咁甚至乎亦都有個問題喎，好多朋友佢強積金戶口其實開咗好耐，咁如果我哋要做呢啲咁嘅轉移嘅時候咧，就出現咗情況咧，有機會可能個簽名對唔到，咁對唔到咧，即係又有阻滯啦，咁又要來來回回啦，咁嗰個唔方便嘅。咁但係我哋有咗積金易平台之後咧，將來做呢啲嘢咧就好方便啦。咁其實我哋喺個平台裏邊嘅步驟其實好簡單嘅啫，就喺我哋裏邊咧，我哋揀咗個叫做我啲強積金轉移強積金嗰個欄目。咁我哋喺裏邊揀咗之後咧，我就點擊我哋有一個叫做整合個人帳戶嗰個嘅 button 喺度。我哋點咗佢之後咧，咁跟住就揀你想轉出去嗰個計劃。咁然後咧，當然亦都想去同時去揀埋你去心儀去嗰個計劃裏邊咧。咁呢個動作基本上就完成㗎啦。的確啊，而家咧有咗積金易咧，令到個管理帳戶咧係變得非常之方便啊！計劃成員咧應該點樣利用積金易可以更加有效管理到自己嘅強積金咧？有冇啲咩 tips 可以提醒下我哋嘅觀眾？有咩應該做啊？有咩唔應該做嘅咧嚇？好啊，嗱，其實我哋覺得應該做唔應該做咧，係啊，真係要提一提大家。嗱，我哋以前嗰個問題嘅痛點咧，就係管理強積金唔方便啊，即係我哋要處理做檢視自己嘅戶口咧。都有啲難度，因為你要去唔同嘅受託人啊，你戶口去 login 唔同嘅次數。而家咧就喺一個 login 我哋睇晒所有，咁當然大家諗到啦，方便好多啊！即係我哋對於嗰個裏邊我哋帳戶嘅情況，嗰樣嘢係了解咗好多，清楚好多，亦都因為一個 login 就已經做晒所有，無論係基金轉換啊，我哋去做整合都好容易啊！呢個就係個最大方便。咁同時咧，我哋都想借呢個位咧提一提我哋嘅廣大嘅強積金嘅成員啦。因為咁容易咧，就亦都提翻大家喎。因為容易嘅含義就話你隨時隨地都可以轉喎。咁呢個咧亦都反而調翻轉啦。我哋都想提翻大家咧，唔好因為容易咧就隨時轉啊！即係可能我哋有時突然間夜晚瞓唔着，撳入個戶口就睇晒我哋嘅資料，原來發覺咦，可能某啲市場美股又好，亞洲市場好，我哋隨時就因應咁嘅情況咧，有少少衝動去轉。咁我哋都想提翻大家咧，強積金係長線嘅投資。就唔應該用一個所謂短線炒賣嘅心態。咁而一短線炒賣咧，可能等陣 Alvin 都會提到㗎，就會出現一個情況，就係咧可能有機會我哋所謂強積金嘅一個最大嘅好處就係平均成本法。長遠而平均成本法嘅意思就係話我哋要持之以恆，長線咁做。咁而喺我哋一加入啲太多嘅短期嘅操作咧，就頭先嗰樣嘢咧就可能適得其反。即係最大嘅 tips 就係千祈唔好為轉而轉啊！講到投資咧，就要問下 Alvin 啦。啱啱提到咧，強積金係長線投資嚟㗎嘛，唔應該咁頻密去轉換基金嘅。但有啲人咧，即係會當股票咁樣炒㗎，嘗試捕捉個市場高低點，希望咧就係做到低買高賣啦嚇。其實呢一種操作咧，得唔得㗎？我諗咧呢2年咧，特別係啦，好多人咧個心好紅，因為港股升啊嘛，係咪贏錢啊嘛，咁啊所以咧就諗住應該都得嘅，我喺咩位買咩位走啦，我唔貪心嘅，賺10零20% 得㗎啦，咪成日諗啲嘢㗎嘛。但可惜如果真係咁容易啊，冇窮人㗎啦，呢個世界係嘛，所以明顯地咧就係其實有啲問題咧，佢哋係忽略咗。咁如果問題咧係有外邊嘅問題，有內在問題。如果外邊問題咧就係其實市場咧，我哋成日都講啦，股市係估㗎嘛。
即係有時你估唔估得中呢？太多因素影響緊啦，可能係個政治問題啦，可能係經濟問題啦，甚至乎早幾年疫情問題，係咪喺大自然嘅環境都影響咗嘅喎？所以當你覺得一定係咁嘅時間，結果出嚟唔係呢，可能就輸咗錢咯喎。就算你話我真係估啱個市啦，個趨勢啱咗啦，但係你上車落車時間唔啱呢，其實都有問題嘅喎。所以呢一個咧就牽涉到內在問題啦，就係嗰個嘅心理嘅因素啊。好多時我哋好多嘅心理嘅即係叫做投資嘅心理學咧，都講緊嘅就係好多我哋其實係控制唔到中間個情緒點樣諗啦，個心理嘅問題咧，導致到咧買又買貴咗，放又放平咗，輸嗰時候唔肯走，升嗰時候係咁一陣就走晒啦咁。好多啲問題咧，最後你話哎呀早知就乜嘢啦，但係其實投資永遠唔會咁樣嘅。所以當你短炒咧，往往出現咗呢啲外在內在問題咧，導致到結局可能就贏唔到錢啦。所以我哋話內外兼備，就係內外都要照顧住啊嚇。咁好啦，除咗咧頻密轉換基金唔好之外，強積金投資有啲咩常見嘅謬誤嘅咧？強積金咧係香港人嘅退休金計劃啦，所以咧好多時咧我哋見大部分投資緊嘅基金又好啦，市場都好啦，都會比較集中多咗喺香港嘅。咁亦都衍生到啦，有一個投資心理學上面嘅一個概念啊，我哋叫做本土嘅一個嘅偏好 home bias， 意思就係話啲人會覺得我對個市場最接近啦，所以咧就我應該就越能夠掌握得到嘅。但係其實實際唔關事嘅，因為你本地嘅市場一樣受外在因素影響啊嘛，所以你唔會話越接近越會做得好咯。所以第一個問題就咁樣啦。咁第二件事咧就係你話我唔係喎，我唔係淨係買香港喎，我都環球投資嘅。但係環球投資都係咧，可能你係集中咗某一個市場喎，因為喺呢幾年都係嘅。咁啊呢2年就香港升得多啦，即係過去2年啦。但係再呢幾年咧，其實美國係升得多㗎咯喎。咁啲人就成日都覺得啦，買美國一定贏㗎啦。咁跟住就集中晒所有錢落去嘅地方。其實當你過度集中咧，無論你買緊啲乜或者做緊乜嘢都好咧，其實都係一個要好小心處理嘅問題嚟嘅。咁所以又有啲人咧就係過度集中咗一個市場啦。咁亦都有一班人咧就係覺得，喂，其實投資股票咁高風險，不如唔好搏啦，穩陣啲啦。咁啊出現咗第3種嘅問題啦，就係過度保守。大部分資金擺咗落去一啲強積金入邊嘅一啲，譬如話保證基金啊、貨幣基金啊或者保守基金啊，嗱嗰類基金有存在嘅原因同埋功能嘅。但係當你作為一個退休投資、長線投資，而大部分資金落咗嗰度咧，時間越長咧，其實你面對緊另一種風險啫。個風險就係可能最後個回報係追唔到通脹。咁呢個喺我哋退休嚟講咧，都係一個好大嘅問題嚟嘅。咁亦都另一批人咧就會點樣咧？就係覺得喂，呢啲都唔使理佢啦，長線噶嘛，擺度就得㗎啦。咁但係長線啫，唔代表唔管理啊嘛。所以其實管理都好重要嘅。咁呢幾個咧就係我自己好多同好多人做分享啦，或者見到好多情況啦。點解佢哋啲強積金可能表現得唔係太理想咧？其實呢幾個係主要嘅因素嚟嘅。好啊，咁講咗啲乜嘢唔好做之後咧，講下乜嘢應該係要做㗎啦嚇。強積金應該點樣投資啊，先叫做係正確㗎啦？有啲咩重要原則可以參考到㗎？第一件事就係我哋要強調長線啦。點解咧？就係因為香港人個年齡中位數咧，其實講緊都40到蚊㗎啦。咁而你最快，我俾你能夠攞到強積金出嚟咧，可能都要60歲、65歲嘅，即係話起碼都有10年或以上嘅時間做投資。所以咁長嘅時間咧，如果你中間做錯決定咧，好容易就有問題發生啊。所以盡量俾自己咧就係用一啲譬如話長線投資啦、分段買入啦、一啲平均成本化方法啦，甚至透過複式效應啦，幫助咧我哋去做好一個嘅投資係理想嘅。咁啊，第二件事咧就係分散都好重要啊！我哋講 diversification 點樣分散投資。如果分散咧就係分散市場啦、分散資產啦。所以啲強積金入邊咧亦都有啲唔同嘅股票市場嘅基金啦，有啲唔同嘅債券市場嘅基金啦，咁亦都能夠有一個幫助嘅。咁啊，第3樣嘢咧就係每一個人咧佢經歷嘅人生階段都唔同嘅，所以你要按你自己人生階段咧去做一個規劃，千祈唔好諗住長線就乜都唔理啦。最簡單咧，我哋成日都講一個分享嘅做法咧，就係用一個叫100法則。就係用100減你嘅歲數啊，譬如你今天30歲，咁100減30就70啦。咁即係話咧，你成個投資資產入邊咧，特別針對強積金啦，70%咧就應該可以擺落去一啲比較進取嘅資產類別啦，譬如個股票基金。相反啦，就唔係擺晒全部喎，剩低嗰30%咧，可能就擺落一啲嘅債券基金啦，又或者透過一啲股債混合基金做一個配置亦都可以嘅。咁呢一個就係一個叫按你人生階段咧去做一啲分配啦。
咁啊，第四樣嘢咧就係好多時基金表現係冇保證噶嘛，你將來係點大家都唔知噶嘛。但係起碼如果你話今日我能夠揀到一啲基金，佢收費比較平啲嘅，大家如果表現差唔多，如果收費平嘅話咧，變相到將來咧佢嘅長線回報咧就會再理想咗啦。咁啊，最後一樣嘢咧就係千祈唔好唔理，即係如果你完全唔理你嘅強積金咧，其實到將來你一定會後悔咯。咁所以唔係叫你炒賣，而係積極地去管理好佢，定時定候。譬如我自己經驗咧，就係每個月我都望一望嘅。今時今日咧有 EMPF 咧非常之方便，一部手機撳一粒掣，你已經睇晒所有組合，又非常之好嘅做法。好好啊！相信大家咧揾待咗好多 tips 㗎啦嚇。好啦，講完強積金投資嘅原則之後咧，係時候帶出第二個法寶送俾大家，就係強積金嘅預設投資策略啊，亦即係俗稱嘅懶人基金啊。呢個時候咧要問下 Eddie 先啦，點解咧呢個預設投資策略咧有呢個懶人基金咁得意嘅花名嘅咧？好啊，嗱，咁其實強積金我哋所謂預設投資策略有懶人基金名，其實有少少嗰個原意係咁嘅。因為正嗰個預設投資策略咧，就係回應咗我哋好多朋友咧，佢其實冇時間打理強積金。啊，大家知道啦，香港人最忙啦，亦都經常都好中意做嘢嘅，咁所以好忙嘅。咁第二樣嘢咧，事實上咧，我哋相信香港大部分可能好多嘅朋友咧，喺投資上邊咧，佢都未必一定好認識好深嘅。咁而懶人基金嘅意思或者所謂預設投資策略咧，就正回應咗大家呢兩個問題。咁我哋所以就叫做有花名啦，懶人基金。原來係咁，究竟呢個預設投資策略係點樣運作嘅咧？有啲咩好處嘅先？好啊，嗱，跟住預設投資策略其實佢本身嚟講係符合咗退休投資嘅一個好好嘅一個現成嘅投資方案嚟嘅。咁其實佢就主要係回應緊大家喺強積金投資裏邊咧，經常都有兩個我哋所講嘅痛點。第一個咧就話個管理費收費高，咁第二樣嘢咧亦都係我哋講話選擇難。咁而佢本身嚟講咧，其實佢有三大特點嘅。預設投資策略有三大特點，第一咧就係佢個本身個收費有上限嘅。收費有上限意思就話咧，我哋嘅管理費同埋我哋所謂嘅經常實付開支本身嚟講咧，佢有規範喺度。我哋講緊嘅管理費咧，就係嗰個管理嘅資產值嘅每年嘅0.75咧，就係個上限0.75%。咁而0.2咧就係嗰個我哋講嗰個所謂嘅實付開支，經常性嘅一啲所謂開支。咁但係我哋上咗平台，積金易平台上咗之後咧，我哋講緊嗰個所謂嘅實付開支咧，會由0.2咧係減到0.1%。咁即係加埋嚟講咧，即係嗰個整體收費會有個管控喺度。咁大家知道啦，因為強積金嘅投資回報咧，同我哋嗰個管理費有一個成正比關係。即係個管理費越低，剩低我哋嘅投資回報就一定係越高㗎啦。咁呢個第一樣嘢啦。咁第二樣嘢咧就係嗰個佢有一個叫隨齡降險嘅安排嘅，即係話佢會隨住個計劃成員嗰個年齡去到某一個階段咧，佢會自動導航，唔使大家去揀嘅，亦都唔需要大家花心思。咁佢自己去到某個年紀，譬如話由50歲開始咧，佢裏邊嗰個所謂嘅投資組合咧就會作出調整，降低個風險。咁呢個係一個好好嘅安排。咁第三樣嘢咧，亦都係我哋有個所謂分散風險嘅安排嘅，就係佢一定要投資喺唔同嘅市場。同埋唔同嘅市場亦都有可能有唔同嘅產品咧，咁所以呢三個特點咧就係我哋嗰個懶人基金嘅三大特點。咁聽落咧，呢個預設投資策略咧係好符合啱啱 Alvin 提到嗰個強積金嘅重要投資原則嘅喎。咁我想問下啦，呢個預設投資策略嗰個投資表現又係點嘅先 Eddie？嗱，我可以咁講，相當唔錯。嗱，預設投資策略咧其實係2017年推出嘅，到而家嚟講，我哋講緊8年幾9年時間咧。咁喺裏邊咧，其實最主要嗰隻咧叫做核心累積基金。咁而佢過去咁多年平均每年我哋講緊嘅正回報即係去晒所謂嘅費用之後咧，係講緊過去咁多年平均係講緊6.9%。咁6.9%我哋講緊同期嘅通脹咧係1.8%。咁即係話咧明顯係跑贏嗰個通脹。咁同時一樣嘢咧就係我哋而家每3個強積金嘅戶口咧就有一個係揀懶人基金嘅。咁即係個採用率都唔低嘅。係咯，原來咁多人已經用緊預設投資策略㗎啦。咁管理咧就有積金易啦，投資就有預設投資策略啦。的確兩個法寶咧都可以令到強積金投資管理咧變得更加輕鬆同埋簡單嘅。咁剛才節目開始嘅時候咧都有提及過啦，強積金咧推出咗25年㗎啦。好多計劃成員咧其實都開始踏入退休年齡，亦即係咧係可以提取強積金㗎咯。想問下 Eddie 啦，計劃成員喺提取強積金嘅時候有啲乜嘢嘅提取選項嘅咧？
嗱，基本上嚟講咧，其實有3個選項嘅。嗱，第一個咧就大家可以分期提取，即係話我哋每年或者每段指定嘅時間攞一部分出嚟。咁第二個咧，其實都同時可以咧係一筆過攞晒，即係我哋所謂俗啲一炮攞晒。咁第3個情況咧，其實就係唔係喎，我覺得強積金呢個投資平台係一個好平台啊，管理費各樣嘢啲基金都適合我選擇。我哋可以繼續擺啲錢，繼續喺自己強積金戶裏邊繼續投資。咁呢3個咧係我哋可以揀嘅選項嚟嘅。咁我要即刻問下 Alvin 啦，究竟咧就係一次過攞晒好啊，定還是咧分期攞好啲咧？兩個方法有啲咩優點啊，同埋缺點，同埋應該係要考慮啲咩因素咧？其實每一種做法咧都總有佢嘅好與唔好嘅地方啦。最緊要第一件事就係咪配合你需要，呢好重要嘅。如果我以一個叫一筆過提出嚟計咧，我諗好多人係中意嘅，因為有句説話叫做親生仔不及近身錢啊嘛。咁啊，盡量梗係攞晒出嚟啦。但係當你一筆過攞晒你啲錢出嚟咧，會有個問題啦，就係我哋叫做有啲近似叫財富效應啊，即係話無啦啦多咗100幾廿萬，甚至更多啦，開始覺得自己錢多就身痕啊嘛。咁啊，跟住咧呢度買啲嘢，嗰度使啲錢，最後咧可能會唔見咗啊。所以咧係好容易出現咗呢一啲胡亂嘅投資啦，或者好快使晒錢嘅問題。咁咧就一筆過問題啦。好啦，如果我係另一種做法啦，分階段攞嘅，譬如你可能真係按你嘅生活需要啦，我可能就係每個月去攞啦，或者每一季去攞啦。咁呢個咧當然啦，有啲錢係繼續保存喺度啦，按你嘅選項咧繼續做一個投資啦。咁而你攞咗出嚟嗰啲咧，就應付翻你個生活嗰個嘅需要咧。咁呢個就係睇下你自己嘅選項啦。即係你話我都係中意一筆過嘅，攞多啲錢可以安心啲嘅，咁啊不過咯。咁但係如果你話唔係啦，滿足我特別講退休人士咧，其實退休生活嘅現金流都好緊要啊。咁如果我純粹滿足現金流嘅，我分階段攞，其實亦都可以嘅。係咁，除咗強積金之外啦，其實退休人士一般都有其他嘅積蓄㗎嘛，兩者加埋一齊咧就係自己整個退休金㗎嘛。呢一筆錢咧係要撐成20至到30年，甚至係更加長遠嘅退休生活㗎喎，所以真係好重要㗎。究竟退休人士點樣運用自己嘅退休金先至啱咧 ，Alvin？去到退休咧，同我退休前咧都有好大分別。退休前咧仲係儲錢未使嘅，但係退休之後咧，其實使錢重要啲嘅，所以千祈唔好咧就喺退休之後咧繼續諗緊點樣可以再賺多啲。反而諗翻咧就係我要點樣使啲錢襟使啲，呢個會緊要啲啊。所以喺使錢方面咧，通常我哋講啦，幾大個使費啦，譬如一般生活嘅需要啦，另外啦一啲可能我哋叫醫藥費啦，仲有啦可能有一啲叫娛樂費啦，其實分幾個類別嘅支出。所以每一個人都好啦，我唔理你有幾多嘅財富喺手啦，其實你可能都係分開幾嚿唔同嘅錢，逐啲慢慢搣咯。咁呢係第一個考慮嘅方向啦。咁第二樣嘢啦，今時今日咧全世界都面對㗎啦，人口老化。一個嘅長壽嘅風險啊，所以當你拿住一筆資金咧，你一定要適當地擺落啲唔同嘅資產啦，目標係幫你起碼追到通脹啦，或者令到人生嘅後半部嘅時間咧能夠足夠嘅資金去運用。咁而第三個問題咧，好無奈地要面對啦，就係啲騙案嘅問題啊。尤其是年紀大咗啊，因為去到70歲以上咧，好多時我哋講咧，年紀大啦，真係個認知能力咧會差咗啊。咁無可避免地咧，有啲人喺你身邊講幾句咧，如果你後生40年咧，你唔會俾佢呃到嘅。但係到70歲咧，可能就係覺得係真㗎啦，咁咪會中一招啊！咁到時就唔知點算啦，啲錢一筆過唔見咗，同埋聽好多新聞，見好多報道都講咧，可能唔係淨係你嘅錢添，屋企人嘅錢啊、朋友嘅錢全部都唔見晒，咁啲全部都需要考慮嘅問題嚟嘅。所以財政上咧需要好好咁規劃啊。之但係咧退休人士都需要投資抗通脹㗎嘛。咁好多人就係驚咧退休之後咧嗰個積蓄蝕唔起啊。所以對於退休之後仲應唔應該投資咧係好有疑問嘅。但係其實唔投資一樣有風險㗎嘛。手上面嘅退休積蓄咧會因為通脹每年貶值㗎嘛。所以咧相信退休人士都會想問啊，咁我應該點樣投資啊？有咩需要注意㗎？我諗我哋都認識美國有個股神啱啱退咗休啦，咁佢去到退休佢都繼續投資嘅，所以我哋唔會講話唔投資，係爭在退咗休之後點樣投資係最啱自己嘅。咁啊，正如剛才都分享過啦，強調多少少現金流嘅規劃，即係點樣能夠運用嘅現金啊？以前就話 cash is king 啦，其實 cash 唔係 king 嚟嘅 ，cash flow 先係 king 嚟嘅，即係點樣控制現金流，咁呢個好緊要咯喎。咁啊特別係咧就係如果你諗緊我又想賺多啲啦，咁我想去搏下啦，得唔得咧？咁有時你要定位啦。究竟你而家進取嘅投資或者啲投機性嘅投資，你係為咗想賺多啲錢啦，定係純粹過下日神呢？真係好唔同嘅喎。即係如果你係我投機為興趣嘅，咁 OK。
但係要係投機為生活咧就大件事啦。所以諗下點樣去將啲資金分開，邊嚿係安全啲嘅，邊嚿你可能當係開心錢攞去玩嘅，搏少少即係叫小賭就無妨啦。咁少少 OK，但係太過進取就唔 OK 嘅。咁啊第三樣嘢咧就係盡量揾一啲你熟悉啲嘅嘢啦。其實強積金另外一個好嘅地方就係入邊唔會有啲太複雜嘅選項啊，即係比較上我哋都熟悉嘅，包括就係資產類別啦，包括市場啦，咁你容易啲做嘅，揾一啲叫不熟不做啊。咁啊最尾啦就係今時今日咧，因為全世界啦，香港都係啦，面對一個叫做人口老化情況啊，所以個銀髮經濟啦、銀髮產品啦，其實都好多嘅，真係百花齊放嘅。譬如香港啦，你可能你已經有聽過啦，銀髮嘅銀色嘅債券啦。綠色嘅債券啦，甚至乎年金啦，係咪啊？盡量喺你自己嘅組合之中咧，加入部分呢一類專係針對長者嘅一啲嘅叫做理財產品，令到佢喺個生活之中咧有一個持續嘅現金流，咁啊唔需要擔心。再有閒錢嘅，中意去玩又好，投資又好，乜都得。咁呢個就係最好嘅啲安排。咁我想問翻係 Eddie 喎，咁究竟喺強積金入面啊，有冇啲係啱退休人士嘅強積金基金㗎？OK， 嗱，其實你話邊一種嘅強積金基金係適合我哋嘅退休人士咧，其實因人而異嘅，即係每人嘅情況都有少唔同。咁但係當然咧，我哋都知道有少少就係，如果大家係想繼續將錢擺喺強積金裏邊投資嘅，咁而實際上有一樣嘢咧，就係我哋都知道就係話嗰個因為退休人士啦，佢唔會有再長遠有固定嘅收入啦，咁所以某程度上佢嗰個退休儲備即係保存住佢本身係重要嘅。咁啊，同時咧，錢亦都正如頭先 Alvin 咁講有通脹啦，咁所以亦都有啲適度嘅增值咧，呢兩樣如果都兼顧到呢兩個目標咧，就最好嘅。咁而喺我哋現時裏邊，譬如我頭先介紹過嘅懶人基金裏邊咧，其實另外一隻基金咧就我哋講緊嘅65歲後基金。咁其實佢亦都用翻嗰個所謂嘅成績啦，去做一個即係最好嘅説明啦。佢其實過去由2017年推到而家嚟講咧，佢每年嗰個正回報，平均嘅正回報都有大概2.5% 到。咁而2.5% 相對我哋1.8% 嘅通脹咧，其實都跑贏通脹嘅。咁所以個購買力層面上嚟講咧，如果大家想繼續喺強積金裏邊繼續投資，呢一個可能都係值得大家可以考慮嘅其中一個選擇。好啊，清楚晒，唔該晒兩位啊！相信大家咧通過剛才兩位嘉賓嘅分享之後，都對於積金易同埋預設投資策略有更深入嘅了解啦。希望大家可以善用呢兩大法寶，好好管理自己嘅強積金。另外咧，除咗今日嘅節目之外，香港理財月2026仲有好多唔同主題嘅精彩活動㗎，為大家帶嚟理財資訊。大家記得要留意住投委會網站或者相關活動詳情，知多啲、學多啲，一齊做個醒目投資人啦！好啦，今日嘅節目時間就差唔多啦，我哋再次感謝 Eddie 同埋 Alvin 嘅分享，希望咧喺嚟緊嘅活動再同大家見面，多謝各位，拜拜。